如果是你还能大口大口的吃饭吗？兄弟们，我又带着2025年吓死过人的恐怖片来了，它的剧名叫做噪音。为什么现实中有那么多人买房子都不愿意选带4的房号呢？看完这个视频你就明白了。在这个神奇而又诡异的公寓里，凡带4的房号无一家幸免。504的男租客平白无故的坠楼身亡，604的女租客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活生生的要死。704的女租客住进来没多久便开始疯疯癫癫，最后也去找了太阳男。804的女租客平安的住了3个月，本以为能逃过一劫，可惜刚过完8月15，最后却惨遭毒手。这一件件的事情发生，到底是人为还是阿飘？好了，咱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片吧。朱茵跟朱喜是2姐妹，她们的父母车祸一去世，她们便拿着抚恤金在她们上班的旁边租了一套2手公寓。就这样，2姐妹误打误撞的住进了604。当天夜里，2姐妹纷纷被吓醒，8字不过硬的妹妹总能听到诡异的声音，于是她想把这个声音用相机给录下来，可是刚打开相机，这神奇的噪音又突然消失了。不得不说，这阿飘还是害怕相机的。次日早晨，2姐妹在吃早餐，楼上又发出了阵阵诡异的声音，气得妹妹忍无可忍，直接抄起扫把就疯狂地往天花板躲。而听力受损的姐姐朱茵根本听不到声音，反而认为妹妹在胡闹，开始指责起了她。서주희！아무소리도안들린다고。说完，妹妹便生气地走进了房间。姐姐也跟以往一样正常的去上班打螺丝了，让姐姐做梦都没想到，这一别差点就是一辈子。下班后，她嫌弃妹妹太吵，便住进了公司的宿舍。不幸的是，在家的妹妹却遇害了。几天后，在上班的朱茵手机疯狂地响了起来，拉长也不停地暗示她接电话。朱茵一看手机，原来是警察打电话找她，对方告诉朱茵，自己的妹妹朱喜已经消失4天了。得到这一消息后，朱茵迫不及待地请假回了家。一回到租房门口，她就发现门上粘着一张纸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3行字：我求你了，能安静点吗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朱茵没当回事，便把她从门上一把拽了下来。一进门，朱茵就发现客厅一片狼藉，她怎么都想不明白，一向爱干净的妹妹怎么弄成这个鬼样子。接着她又推开妹妹的房门，发现卧室也像经过一场战争一样。意识到不对劲的她连忙掏出手机，可妹妹的手机依旧处于关机状态。没办法的她只能开始在房间寻找线索，果然没多久就让她发现了妹妹包里的手机。可是几天下来，妹妹的手机早已没了电。就在这时，她正好转身就看到了充电器，于是她打算捡起来充电。看到这黑乎乎的地板，她更加确定妹妹遇害了，不然那么多天妹妹不可能不回来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又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。언니가 계시네요. 제 동생을 아세요? 안녕하세요. 저 아랫집 사는 사람인데요. 朱茵被楼下的男租客问得一脸蒙圈，因为妹妹失踪这几天家里明明没有住人，为何说弄噪音吵到了她呢？朱茵又接着问，门上的纸条是不是她写的？租客小智并没有直接回答朱茵，而是警告朱茵，如果再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吵到她，他决定让朱茵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说完，小智还不忘深深鞠了一躬再离开。朱茵被小智威胁后，一夜都不敢睡觉，拿着妹妹的手机疯狂地尝试着解锁密码，可这一连操作几个小时仍然没结果。最终老天爷还是可怜他，让他试对了密码。解锁成功后，他便打开妹妹手机里通讯录里最后的通话人，可拨过去对方却提示关机中。没办法，他只能默默地发了条消息，希望对方能看到之后回个电话。妹妹的失踪让他一刻的静不下来。天一亮，他就着急忙慌地来到了保安室，询问保安队长大叔这几天有没有见过他妹妹。大叔表示这几天没见过。接着大叔又跟他说，他们没有搬进来之前，他们住的604也有人消失了。 하필 604호라뇨. 저희 집이 왜요? 몇 달 전에 거기서 아저씨, 지하실 저거 설명 좀 해주실래요? 这该死的新租客还没等大叔说出原因，就把他给叫走了。
新租客说地下室发出异常的臭味，要求打开门来检查一下。不料一开门，里面的垃圾早已堆积成山。朱茵好奇地问大叔，为何这么多垃圾不清理呢？大叔表示，这里的垃圾太多了，清理需要昂贵的费用，这笔费用没人愿意出。为了防止租客一直往下面扔垃圾，他们不得不将门锁起来。可还是有很多大聪明租客会从窗户扔进来。听到这里，新来的租客立马就要求退房走人，因为他觉得这里太臭了，不想每天睡在这种臭烘烘的地方，里面全是死老鼠的味道。就在这时，会长突然走了下来。会长就是整个小区的负责人。会长大声地说，你爱租不租，没人拦你。新租客也不惯着会长，你们的这种态度，我不租是对的。说完转头便走了。大叔准备离开现场，不料被朱茵一把拽回来，问道， 저희 아까 하던 얘기요. 604호에서 무슨 일이 있었는데요? 그게 뭐예요? 빨리 안 네 와. 회장님 갑니다. 很明显，会长就是不想让大叔说出以前发生的事，所以就故意直走了。朱茵没办法，只好再一次失落地回到家。不料刚到门口，又看到门上被贴了一张纸，上面依然写着关于噪音的事。他始终不明白自己从来没有制造什么声音，为何会影响楼下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开门又见到了诡异的一幕，一个人影的东西似乎在阳台上面飘来飘去。他被吓得连连后退，外面阳台的东西想进来，却又被玻璃拦着。只见他伸出的爪子比我腿还要长。见到这一幕，朱茵被吓得差点窒息了。眼见情况不妙，我当场借给朱茵1万个胆子，让她冲进厨房，拿出了一把1米长的水果刀，直接冲向阳台。可奇怪，诡异的人影却凭空消失了。就在这时，大门又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只见朱茵小心翼翼地从猫眼看向外面，结果发现是楼下504租客小智。 看着门外小智手里跟自己水果刀一样长时，吓得他当场倒地。让他想不明白的是，自己没有弄出噪音，为何楼下的小智一而再三的找自己麻烦？朱茵不开门，小智也进不去，他只好将所有的怒气都对着门戳。半小时过去了，小智才舍得离开，看样子也是戳到没力了。怎料刚离开，又听到楼上发出了诡异般的嘣嘣声，这声音彻底击穿了他的理智。只见他邪恶一笑，接着抄着刀就往楼上冲。 살 수가 없다. 当他来到7楼的时候，这声音又戛然而止。小智憋了一肚子的火，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瞎吼。几分钟过去了，还是没有动静。就当他准备下去睡觉时，恐怖的一幕突然发生。在这个夜深人静的夜里，租客们都睡着了，眼前一片漆黑。只见小智被阿飘吓得在走廊里拼命地逃跑，边跑他还时不时地回头看一下阿飘是否追上来。紧张过度的他跑到尽头却忘记刹车了，就这样他的一生也跑完了。次日早晨天刚亮，朱茵就听到了楼下的吵杂声，看到一群人围着水泄不通，他也好奇地挤了进去。下一秒他就看到了504的小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现场的惨状让他把隔夜饭都吐了出来。缓过来后，他又来找到警察，他把昨天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警察。是躺在地上的这个男人昨天晚上威胁了我，我的妹妹失踪肯定就是他干的，我要求你们搜他的家。警察半信半疑地安排同事去搜了504的房子，不料最后却一无所获。这下朱茵无论如何解释，警察再也不会相信他了。就在这时，会长又带着老闺蜜朝朱茵走了过来。会长也听到了朱茵跟警察的对话，所以开始警告朱茵不要胡编乱造。你们住带4的房号，多多少少脑袋都有点不正常。你看504的人平白无故坠楼了，704以前的租客也疯疯癫癫的，现在你604又说你妹不见了，真的难道是带4的都见鬼了？804的阿姨也是神神秘秘的。听到这里，朱茵无话可说，她想起自己跟804的阿姨有过一面之缘，于是转身过后，她便来到了804。阿姨很好客，不仅帮朱茵泡了茶，还跟她闲聊了起来。聊着聊着，朱茵就问阿姨，现任会长说我们住的604以前男租客也失踪了，你知道这么一回事吗？阿姨没有直接回答她，而是掏出了手机，打开了一张几年前他们租客的大合照，并且在相片上面指
出了604的失踪男。阿姨还告诉朱茵，前任会长1年前也是住在他的楼上704，那时候前任会长还嫌弃阿姨家的女儿在804跑来跑去，因此经常上来找麻烦，说影响到他了。由于他是会长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一个劲的给他道歉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住在704就开始变得疯疯癫癫，还一个劲的在家里砸东西。最后604的男租客受不了，直接用锤子上来把老会长砸没了。为了躲避警方的搜查，从那一刻起，男人玩起了失踪。 그럼 지금 저희 윗집 704호에는 누가 살고 있는 거예요? 밤마다 이상한 소리 내면서 너무 시끄럽던데. 지금 704호는 빈집이에요. 朱茵听到阿姨说704没人住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难道半夜那些诡异的声音都是阿飘弄出来的？朱茵跟阿姨一直聊到了晚上才舍得下来。让朱茵不知道的是，阿姨只跟她说了一半的真话。朱茵开门的时候，又发现门上被贴了一张纸，而这次特别的地方就是纸上没有写任何的字。此时的朱茵脑袋就像白纸一样空白，气得她一把将白纸拽了下来。不知是谁用红笔在她门上写下了她的大名。当她推门进去的时候，就发现妹妹挂在了大厅上。原来这一切只是自己的一个噩梦，或许是他自己太想找到妹妹了，所以才开始产生了幻觉。就在朱茵找妹无望时，突然一个男人到来，给她带来了希望。这个男人不是别人，而是妹妹的男朋友小帅。 언니랍시고 주희한테 남자친구가 있는 줄도 몰랐구나 해서요. 小帅为了能让朱茵相信他说的话，直接拿出了自己跟朱喜的合照。接着小帅又说，以前跟朱喜闹矛盾的时候，几天朱喜就会跟他道歉和好。可是这次几天过去了，也没见朱喜来找自己。就在他们谈话之间，朱喜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打电话来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最后跟朱喜通话的中介。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，朱茵跟小帅来到了中介的办公室。 이것저것 캐묻더라고요. 뭘 물어봤는데요? 여기서 사람 죽은 적 있냐고요. 中介本打算隐瞒，但是想了想，这件事情早晚都会暴露的。于是中介跟朱茵说起了过往的事情。604的男租客失踪后，后面又来了个女租客，可是这个女租客就在前几个月前突然上吊了。 매달고 죽어 있었어. 저희 집 어디에서요? 让朱茵做梦都没想到，正是自己每天吃饭的正上方。为了能找回妹妹，朱茵始终不肯放弃，连夜跟小帅制作了寻妹启事。他在小区的每辆车上都会放上一张，就连公告栏上也贴满了妹妹的寻人启事。这一贴又是一夜。第二天早晨，他见人就发。不料接下来的事情让他彻底爆发了，因为他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发出去的传单，既然别人在眼中完全不当回事，还随意的将妹妹的相片踩踏在地上。更可恨的是，会长在台上并不帮他宣传妹妹失踪的事情，而是说起了无关紧要的事，气得朱茵直接来了波神操作。 그렇게 안타까워하는 사람들이 내 동생은 왜 모르는 척인 건데? 下一秒，会长为了拿出自己的尊严，直接动起了手。朱茵自然不甘示弱，因此两只母老虎打在了一起。还好小帅及时赶到，这场闹剧才得以结束。接着，小帅又将朱茵带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同时他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经过他的调查，他发现704的杀人犯跟朱喜消失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附近几栋楼的摄像头都没有拍到他们的身影。唯一的可能性，他们就藏在我们住的这栋楼的某一个角落。小帅分析到这里，朱茵不由得看向了地下室，因为他猜到妹妹跟杀人犯的失踪有可能就藏在这个地下室里。于是两人就迫不及待地撬开了保安锁住的大门。这次进来跟上次一样，一开门就一笔死老鼠的味道。为了一探究竟，他们没有想那么多，而是顶着味道走了进去。走在里面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通道越来越多。为了快速摸清整片区域，两人决定分开行动。小帅走的这条路，很快就发现了有人生活过的痕迹。当他把灯照到角落时，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具男尸。小帅看着躺着的男人，越看越顺眼，因为他觉得这件衣服在哪里见过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只见他掏出手机对比，结果发现跟704的杀人犯是同一件衣服，那意味着就是同一个人。他不明白杀人犯为什么会死在这里。就在他鼓起勇气想上前查看情况时，忽然一阵怪音将他给控制住。
怪音结束后，小帅也彻底被阿飘控制住了，脖子疯狂的360度扭动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朱茵发现了一道铁门，可胆小的她不敢独自一人进入，她想折回来叫小帅一同进入。此时的朱茵浑然不知危险一步步的在靠近，还没等朱茵反应过来，就被小帅狠狠地扑倒在地，况且还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幸运的是让朱茵摸到了一块石头，二话不说就朝着小帅的头部砸去。小帅的放手就是朱茵逃命的机会。最后朱茵不顾疼痛还是逃了出来。没过多久，警察就来到了现场，还在地下室搜出了2具尸体，其中1具便是小帅的。小帅的离去让朱茵彻底崩溃了，他埋怨是自己害了小帅。在口供时，朱茵将前因后果全部告诉了警察。 그러니까 두 분이서 이 동생이 있을 거라고 생각을 해서 지하실에 들어갔는데 안쪽에 철문이 있고 공간이 더 있었어요. 不料警察怎么都不愿意相信朱茵说的那道铁门，因为他已经派同事搜了整个地下室，并没有发现所谓的铁门。警察表示他妹妹的失踪他们会查到底，叫他先回去冷静一段时间。可此时的朱茵冷静不了一点，转身便找到了一把更亮的电筒，独自一人来到了地下室。有了先前的经验，他很快就找到了那扇铁门。进去没多久，在房间的角落，他就发现了妹妹的录像机。虽然相机有破坏的痕迹，最终还是被朱茵给打开了。况且在相机里让他得知了真相，原来这一切都是804的阿姨在搞鬼。相机里清楚记录着妹妹找噪音的源头，找到了804，看到了很多的震楼器，还有各种各式的低音炮。最后摄像头还录到了阿姨在房间里独自唠叨。 옆집 아줌마가 자꾸 뭐라고 해? 괜찮아. 옛날 아랫집 아줌마처럼 엄마가 확 죽여버리면 되니까. 听到这里，妹妹朱喜害怕极了，她想不通自己遇到了杀人犯。此时她只想逃离这个房间，不料她的举动还是被阿姨给发现了。只见阿姨一把抢过朱喜的相机，便狠狠地砸向朱喜的头。此时的朱茵还没把视频看完，便听到了妹妹朱喜那微弱的求救声。朱茵沿着求救的方向找了过去，果然在角落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妹妹。朱茵见状心疼坏了，连忙把妹妹的绳索解开。 괜찮아? 괜찮아. 接着他便搀扶着妹妹想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怎料刚到门口就碰到阿姨拿着铁锤，一脸坏笑的等着他们。朱茵意识到不对劲，赶紧拉着妹妹将门反锁，并且将有证据的相机交给了妹妹。她这一举动无非就是要自己出去当诱饵，引开阿姨，制造机会给妹妹逃脱。可是想法总是美好的，现实却不如人意。阿姨并没有去追朱茵，而是找到妹妹抢回了相机。 이거 내가 다 부셔놨었는데 어떻게 봤지? 朱茵反问阿姨，原来的老会长是不是死于她手？阿姨没有反驳，而是说出了当年的事情。自己的女儿在楼上只是跑动了一点，704的老会长就跑上楼来骂了一顿。可这一来二去的，他无奈只好叫女儿出去玩。没想到女儿出去玩却发生了车祸，从此失去了女儿。他没办法，为了复仇，他决定要老会长一命抵一命。于是他就想到了疯狂的制作噪音，让楼下604的男租客以为是老会长在上面搞鬼，所以他借助男租客的手除掉了老会长。没想到关键时刻，租客却不给力，还得他自己去补的刀。可短命的男租客真以为是他杀了老会长，因此躲进了地下室服毒自杀了。从此以后，阿姨也变得疯疯癫癫起来。她只要认为有噪音在，她的女儿就一直陪伴着她。听完这些话，朱茵的身体被吓得瑟瑟发抖，因为这些早已超出了她的认知。 미쳤어? 당신 딸. 眼见朱茵还敢反驳，气得阿姨直接上去跟朱茵扭打在了一起。可没有杀人经验的朱茵没2下就败下了阵，眼看朱茵即将被锤死，不料奇迹却发生了。老会长化身的阿飘趴在天花板上面，传出了声音。 趁着阿飘拖住阿姨的瞬间，朱茵赶紧逃跑。为了不让阿姨逃跑，朱茵还帮阿飘关上了房门。尽管阿姨在里面拼命的求救，朱茵也装作视而不见。因为在这一刻，她终于明白
自己在阳台上看到的阿飘，其实都是阿姨搞出来的鬼。楼下504的小智上来找麻烦，也是他搞出来的鬼。可怜的小智却被活活吓死，还不知道真相。阿姨被阿飘收拾后，从此整栋楼都安静了，他们又回到了平静的生活。楼下又来了新租客，还热心的送东西上来给他们吃。从此楼上楼下的租客和和睦睦，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